講到屏東今仔日雨有落較厲啊，已經停3天半的東流線26早起恢復，而且有倒載旅客回來順續補物資。不過中晝的尾班船呢，載140多名乘客才拄使離開爾，就掉佇個東港碼頭。縣政府也講呢，因為這幾天落大雨做大水，山頂的土沙攏積在港底，加上扣留造成這交通船跨沙。這船公司呢，攏總用這拖船來救世界，開3點半鐘，才把這船拖倒轉來，也那這旅客是攏真平安。看這回溪流水偌大，迄摩托攏嘛黏的啊。民眾愈看愈煩惱，因為這隻東流線的交通船自中晝12點外通報跨沙，已經調咧這幾點鐘未頂未當，攏總146名乘客甲船員受困佇咧船頂等待救援。船公司講受天氣影響，東流線已經停駛3天半，趁今仔日較無過要開半工倒載旅客回來順續補物資。想不到11點50往小琉球的尾班船，煞佇東港碼頭發生跨沙意外，沖水員落去看，發現狀況無介理想。拖船的人有落去。落去狀況是安怎啊？他離迄個小腿深度呢。因為扣留跨沙的海水深度敢若到腳頭龜，船公司派拖船甲交通船攏總救3道，鎖仔攏救甲斷去。第3屆鎖仔佫拍到船頭的鋪煙系統，感覺是個煙衝出來，還大家帶一條掠船是熄火。等到3點外開始漲水，拖船第4屆試救總算成功啊！甲受困3點半鐘的交通船拖回來碼頭。就是我們坐了大概2個小時吧，他們才開始說什麼？擱淺了，然後發病了。這也是連日的豪大雨，所以相關的泥土沖刷，那我們呢趕快動用相關的單位，包括海巡、包括航港局，還有我們民間的拖船，剛剛順利的把整個船呢能夠駛開這個擱淺的地方。目前我們就是船出去的時候，盡量是慢速，因為我們船上面有一個側身儀，慢速的跑，然後就可以慢慢的去注意一下水深。加在這回人甲船攏平安，船公司除了派另外一隻船，甲乘客載登去小琉球以外，也表示旅客來回船票免貴買發紅包補償。官府表示，27會啟動清淤作業，維護航道的安全。啊，那業者是講，27船幫也是會正常開，不過出入港速度會放慢，安全第一。記者柯斌在柯家族庫橋用屏東採訪報道。